日下晡的时阵，台南有部分的所在落大水雨，短短3点钟内累积的雨量都超过100米哩。另外，伫永康区永大夜市迄块地啊，嘛因为迄当阵雨是规桶倒，水一时下袂离，淹甲超过骹目的悬度，加在是无造成严重的灾情。伫大雨当中，车驶甲真紧，水是喷甲真悬，积水愈来愈深，有小货车直接到海去，伫车道顶悬袂顶袂动。雄雄大雨就发生伫昨下晡3点半，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等7个县市发布大水雨大雨特报。台南永康区的永大夜市啊附近，因为雄雄大雨，排水系统一时啊无法度排出去，水已经深度超过骹目。下晡3点就来排打的打翻，生意是做袂落去，赶紧开始收。只是这行是这几天来第2摆，因为淹水被迫休困，单商实在是要哭无目屎。继续落啊，人客嘛无爱来啊。哦，这做夜市的心声。一礼拜淹2届。淹2届。你生意免怎做啊？袂无多做啊！你看我3支雨伞就开5000几块啊，阁无趁着钱。另外一边，永康区的中正路涵洞也淹水正做小幅度，当地民众搁伫路顶悬顾着鱼。这个鱼哪里发现的？那边每次积水都会有鱼啊。只要有下大雨，下很快的话就会淹水。逢雨必淹就对了。对。为下晡4点到尾6点，短短3点钟之内，台南新市业绩雨量超过100毫米。另外，新化规前南西等地区也出现较大的雨势，好在拢无造成严重的灾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